来看台南这山上水稻博物馆引进这日本水卜卦签丝，把这签丝放伫咧水内面，字就会慢慢浮出来，让游客体验到特别的求签文化。有民众来到这求姻缘，一摆就成功找到对象，即马这个所在变作是真正的观光景点咯。本地康贝签丝甲放入水内，伊就豆豆啊浮出来。这款水卜卦签丝，最近现在真侪观光客来山上水稻博物馆加体验。通常都是出来，然后就看到结果，所以像这种还可以透过这种一个转换的方法，让它显示出来，其实蛮有趣的。台南山上辉恒水稻博物馆进前的创意商品，原路芳水白甲呛呛滚。这回恒来个引进日本水卜卦求签，要让游客体验特殊的求签文化。今来馆方就收到2对新人来报喜的消息，其中像这位姓杜的民众专工来送喜饼，嘛花头喜面分享伊要结婚啊。即将要结婚了，那就想说，把这份喜悦也带回去水稻，然后再跟工作人员一起分享，也当做一个还愿的一个流程这样。其实水占卜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置，因为我们这里是水稻，台湾话讲水跟水啊，所以我们也透过希望来到水稻能够结水结水缘。求姻缘的方式，在人选，某人惯势去庙拜烦恼。像台南正统六里门信母庙，对1楼到5楼，规面的壁刀拢是带来幸运的结婚相，高达足成超过6万外对。点一支香，就甲参拜。参拜完的时阵，将你的生时八字，甲你的这个住所，甲讲好势，你要求的这个事迹，甲讲安尼了，你较甲跋杯，然后一杯，你会当甲讨迄个姻缘带。庙方讲，毋是干那要找对象的人才通拜烦恼，其实烦恼讲负责人世间所有的缘分，包括求贵人缘、甲官缘等，因希望借此解破大家对烦恼的误解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